遮的朋友，咱即马4:10准时咱今仔即场对脱hạn为双语国家开始，咱即马就将时间交互咱周一文教授。咱现场搁线顶，搁全世界，或者所有关心着即个双语国家即个政策，或者友志呢，大家平安出头天。咱今仔日呢，真欢喜各位来参加咱即场的座谈会大先呢，我先来小解咱今仔日4位，包含我在内的4位的即个应援人。咱今仔日除了应援人会发表意见之外呢，咱嘛会开放咱现场，搁有咱线顶的这友志呢，大家拢会当来提供意见还是问题，会当来做一个交流啦大先呢，我先自我绍介我是咱目前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的系主任，嘛是兼咱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主任嘛是咱这个会场的这个主人真欢迎大家来这来关心这个双语国家的政策接续伫我边是咱丁宏珍教授，伊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嘛是久长以来呢拢重视语文的这个运动更较特别的是，伊本身是文系出身中文系出身嘿，佫是中文系第一名的出身所以咱今年咱即届安排4位的应援人拢有无共的特色伊会为一个中文系第一名出身毋过煞投入来做台语文运动的即个角度来发表意见。再来后一位第3位，咱歌卡的医生伊是咱高雄医学大学的即个医生伊是精神科的医生所以呢伊今仔日呢，嘛为伊的专长为精神科的即个角度来分析看卖呢咱即摆真侪人讲到英语就惊到要死，是安怎哪会惊到安尼所以呢，伊会为即个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来甲咱分享再来上尾第4位，咱今仔日的发言人应援人是美国阿勇伊是正港的美国人毋过伊的台语呢，讲比即摆大多数的台湾人更较好伊今年有参加咱成大办的即个台语白话字的检定，白话字检定迄是专落的全部用白话字出题的伊考到上关级高级啦考到上关级高级啦这你叫台语老师来考，无一定也无一定考会到高级呢。人一个美国人都会当考到安尼所以呢，咱今仔日呢邀请美国阿勇呢，为一个美国人有学台语，对台湾了解呢，伊嘛来甲咱分享即个伊的意见好，咱等下呢，咱就照即个顺序咱4位的发言人、应援人会先来提供一寡意见、想法。了呢，咱会留一寡时间尽量留一寡时间，互大家来问问题也是讲你有无共意见嘛，真欢迎咱真欢迎，若是有无共意见的人，会当来发表意见咱来交流一下好，安尼咱接续，就先由我遮来开始来，你的 PowerPoint 准备者我会看看，你坐遐落，袂动着。来，这个后一张。后一张后一张，后一个，你来 play 后一个好 ，OK， 大声呢，这个虽然真侪人拢捌我啦不过呢，可能嘛是有一寡人
对我也无介了解啦吼。这个咱今仔日呢要来讲到这个双语国家的这个政策吼。啊，有的人想讲，啊，恁是毋是拢咧教英语的，靠英语食穿的吼？啊，所以恁当然嘛，希望英语会当吼，政府较重视一下吼。安尼呢，当然你就对恁较有利。毋过歹势吼，今仔咱在座4位，应该是无人靠英语食穿的啦，无一个是靠英语食穿的。有的人讲啊，美国阿勇一定是靠英语食穿，歹势伊无咧教英语啦，伊是工程师，佫是咧替咱台语的软体研发台语的输入法。啊，伊嘛是 YouTube 伫 YouTube 顶内咧替咱推广台语呢。咱在座4位无一个是靠英语食穿的啦。包括我嘛是我嘛毋是靠英语食穿的。有人讲啊，你蒋老师你是毋是靠英语食穿？歹势我举几个例，我的这个博士这个升等啦我博士摕到了呢，升副教授搁升正教授我听讲全台湾可能无人像我安尼啦。我2届升等，毋啦用台语的哦，搁是用全罗的哦。我的升等论文是用白话字写的哦。这有史以来无人像我安尼啦。我著村办的讲，袂过就准拄煞啦。恁爸就是袂瘾用中文写啦。但是安尼颠倒我较好过，是啥？因为伊若要用，我若要用中文写看有中文的太济，伊会定甲你修理啊。颠倒我用台语文写佮用白话字写看有白话字无几个啊。若看有诶，拢是咱共国诶啊，你知无？所以颠倒是较有利呢。所以你也看，我升等我嘛毋是靠英语写论文呢。就是我升等是用白话字诶啦。好来，后一张所以咱一开始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在座4位发言人，无人是靠英语食穿的啦。所以你毋免烦恼讲，敢若是毋是讲恁种靠英语食穿，所以要讲英语偌好，拄偌好。过来呢，我毋是敢若升等靠台语尔呢。我诶后生，我2个后生一个幼稚园，一个国校啊第一个叫讲台语啦。你看我讲名，我著甲学讲台语啊呢，对无？有全台湾有几个人因后生叫讲台语的，这唯一一个尔，对无？毋若安尼呢？国校1年的时阵，伊著考台语的白话字检定，甲拄则阿勇讲的共款迄个全白话字的考试，咱国校1年著考着初级啊，3年的时阵著考着中级啊啦，今年咧挑战高级的啦，国校3年呢，教育部讲国校3年才会使开始教罗马字呢。咱我囡仔已经罗马字通过中级的呢，小学3年就通过中级，甲教育部扇喙皮，你知无？所以呢，我要证明讲，咱遮拢无人咧替，毋是靠英语食穿的啦，咱是徛伫公道第三者角度，要来探讨讲双语国家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啦？是安尼。来，这个双语国家，真侪人听着双语国家拢足惊的啦。这稳当会地死台语啦，影响着台语，安怎，真侪人足烦恼的呢。你看这一两冬包括咱台语界嘛，足侪人呢，拢真足反对讲双语国家袂使。但是咱若甲斟酌想看卖呢啦，敢真正有遐危险，有遐危机吼？我讲安啦，免烦恼啦，是安怎来免烦恼？来后一张我有列做4大点，互各位做参考啦第一点呢，维持现状咱若维持即卖现状就是安怎呢？继续互中国话来甲咱失眠啦，继续互中国话甲咱家暴啦，就像最近迄家暴的事件啦。咱若维持即卖现状就是啥？中国话继续甲咱家暴，敢毋是安尼？关起来门关起来，放狗甲咱咬无人会当甲咱救即卖现状是安尼。有人讲他有可能，他无可能。来后一张，各位，中华民国来台湾为1945年到今10几冬，70几冬尔呢，也无80冬呢，70几冬尔呢。
咱的语言的流失，我这是根据政府去年伊家己统计的哦。这政府伊迄个户口的迄个调查，先是先说调查迄个语言的人口的使用70几年来，中国话安尼为零1945年迄当时全台湾都无人无几个会晓中国话变平均10%啦。咱台语为台湾的lingua franca就是共同语也就是大多数的台湾人伫用的语言呢，变剩31%啦。这是政府伊迄个户口调查时去年上新的资料啦，比咱加2倍出来呢。来后一张，过来咱来看伊个有分类，那照伊迄个年龄层来分出来伊的比例是安怎？你敢知影？咱来看一下6岁到14岁即摆读小学还是中学的剩几趴会讲台语？7.4%会讲台语啊！70几年来，咱的囡仔剩7.4%，小学生剩7.4%会讲台语尔啦。真正足准的啊！我的囡仔无论大汉细汉，迄幼稚园搁迄小学全班拢剩伊上高讲，一班拢差30个啊，差不多啊，迄比例嘛差不多啊，对无？全班拢差剩伊一个人足够讲尔这是政府调查，毋是我个人黑白编出来这拢有公开出来。你看，剩7.4%，70几年来，咱的语言你看流失到安尼一直下降这一直下降，降到安尼。你来看，咱若继续安尼落去你看以往安尼就是维持现状啊。咱就是安那流失遮尔紧啊，敢毋是？就是流失安尼啊。所以咱若继续落去是安怎？你若用统计角度，这条线嘛一直画一直画，安尼。所以剩无10档啊，可能差剩10档就老实啦，就0啊啦。囡仔就差0啊，0%啦，安尼知若继续安尼落去啦，咱若无改变，继续安尼就是台语就是0啊啦，就准备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好，毋若安尼尔呢，咱若继续落去咱就继续用汉字，咱的台语就继续受到华语的影响，所以咱足侪新的语词对安那，拢对华语咧讲去啊，都拢对华语讲去。譬如讲这个 dinosaur 恐龙，即摆愈来侪人拢讲，愈来愈侪人讲就恐龙就好啊，都直接拢用华语来吸收变做台语啊，无就是咱本来有台语的讲法，拢去受到华语的影响对啊。所以毋然咱的少年人袂讲呢，就算咱遮一般会讲台语啦，伊的台语嘛愈来愈华语化、中国语化去啊，这是现状啦。所以咱若好啦，咱若总讲上个国家拢莫做，维持现状，就是等死，敢毋是安尼？你敢有法度甲改变？无啦，无法度改变，佫是愈来愈惨。好来后一张。所以若安尼，要安怎？劝举啦，毋是要选举。是咱咱这是要改变即摆语言政策。语言政策若无改变咱无机会。10年内，咱的囡仔绝对变零，无半个会讲台语啦，真正所以咱的囡仔后间拢变国宝，真正若改变了有机会啊无？当然改变了呢，有可能有机会，毋过嘛有可能无机会。毋过若无机会，上歹就是安尼尔啦，上歹就安尼尔啦。嘛袂较歹啊啦，我来后一张，为啥咱袂讲较歹呢？我第二个理由啦咱台语的主要的敌人呢是中国话啦，毋是英语啦。英语敢有甲咱欺负过？用因的祖先敢有统治过咱台湾嘛无呢？无殖民过咱台湾呢？嘛无甲咱统治过呢？对无？好，你就算讲英语国家英国捌统治过香港啦英国统治香港100几年各位在座恁这个年纪，应该拢捌看过广东话电影啦，对无？什么楚留香啦，啊什么迄当时我会记细汉时嘛拢最爱看，拢讲广东话对无？咱较早电影电视出拢讲广东话呢。咱英国统治香港100几年。广东话讲甲足好诶，伊电影照常用广东话咧做。
香港歌嘛，照常用广东话咧做，敢毋是安尼？统治百几当人广东话好势溜溜，啊，人英语嘛做好，英语也好，广东话也好。结果呢，1997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香港20当尔，变安怎？20当尔哦，大家拢知影，反送中，毋啦反送中的状况咧，包括滚啊当前，因着足侪人几十万人起来抗议，伫香港实施普通话教育。迄当时足侪人咧起来抗议啊！中国即摆伫香港实施的是啥？要用普通话来取代香港话啊，敢毋是安尼？后一张你也看，这是前几年人的中学生起来抗争抗议中国伫香港强迫因爱学普通话、中国话。20当尔咧，你甲看即摆咧，我较早20几当去香港听得拢广东话啦。后来即摆拢开始用强迫，拢是讲普通话啊，愈来愈侪比例拢是普通话啊。你看，才20当尔咧，就安尼啊咧，后一张，咱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啦，越南伊嘛是法国欧美国家市民，伊法国嘛统治要甲真霸当，毋过呢，伊法国统治真霸当越南话有继续调的无？各位恁即摆拢有机会会拄着越南人，伫台湾足济啦。无你迄越南料理店，某嘛拄着越南。你看越南料理店，伊越南拢讲啥物话？拢嘛讲越南话。有倒一个讲法国话无？无啦。意思是啥？就算法国统治正式统治人越南法国嘛是伊的官方语言毋过呢，人越南嘛是好好。为啥越南话好好？香港广东话顾袂起来？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啦，要袂？法国人伊白人伊甲你越南人，我的面皮肤色就无共嘛，所以你讲越南人要会去认同法语做伊的母语机会无悬啦，机会无悬啦。换一句话讲伫香港案例，香港人甲英国人皮肤色都无共嘛，伊认为广东话就是伊母语嘛，英语是伊的工区，伊为着要做生意，所以学英语。但是会认同英语做母语就无几岁嘛，因为迄皮肤色就无共嘛。毋过呢，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甲中国人的皮肤色有共无？足像的啊，咱足不幸的，咱皮肤色。习近平啊，点莫讲话，莫出声，你敢看得出伊是中国人、台湾人？看袂出来啊！伊若会教，你看袂出来啊？敢毋是安尼？对无？伊若会教，你才知影是中国人。除非伊在讲种北京腔啊，讲中国式的，你才知影是中国人所以呢，中国话对台湾人、对香港人有威胁，因为伊要甲你同化足紧的啦。所以你看咱的囡仔学中国话了，拢要同化去啊，无用中就感觉伊是中国人还是讲伊是文化上的中国人因为你皮肤色拢足共的嘛。但是你英语要讲会认同英语做母语的，无几个啦。足少的啦，所以呢，中国话是咱主要敌人啦，毋是英语啦。过来第三个理由啦，我要讲咱放心啦。双语国家类，你若详细看伊的即个双语国家行政院公布出来，其实伊拢是咧针对英语的部分咧讲的。足侪其实本来咱英语就咧做啦，本来就拢有咧推杀啦。即个双语国家若起来影响上大是啥呢？是中国话啦，毋是台语啦。咱来个看这是现处时目前啦小学甲大学平均册华语呢，一礼拜差5节啦。无论小学中学平均册差一礼拜5节啦。咱台湾的母语呢平均册小学加1节尔啦。未来明年国中讲1年2年嘛加1节，安尼尔啦，安尼1节尔啦。请问，今仔伊若要加强英语的时阵伊会甲这摕掉无？袂啦，袂摕掉，因为咱就剩1节啦，是要哪个摕？若要摕人马英九时代早就摕掉啦，了解无？马英九即前8当，伊感觉甲这上尾剩的这暗暝1节的暗暝课，
敢甲摕掉？伊嘛毋敢摕掉啊！伊咧想讲吼，等恁台语若死了，自然就毋免想啊啦。伊咧想即种自然死亡就好啊。伊嘛毋敢甲你摕掉啦，安了解无？也就是讲咧，咱台语即摆本来就敢若乞食啦，咱的资源就敢若乞食，本来就无资源啊啦，袂影响到啦。即摆伊若要强调英语呢，伊若要加强英语，结果就是安那，啊无就为华语才甲摕互伊嘛。所以咱就爱安怎？爱将计就计啦，将计就计，就是啥呢？咱就甲发好啊。英语咱爱加强一个啊，哦，因为其实对咱台语无差嘛，就是咱现有资源拢袂影响，袂减少啊啦，因为咱本来就足少啊，袂搁较少啊啦，无可能搁较少啦。啊，咱就甲主张啊，安尼吼，这平均一礼拜5节的华语课、中国话课吼，甲剁掉，剁甲剩1节就好。比较咱台语啊，伊嘛1节啊，对无？剩的4节咱拢送互英语，来加强一下嘛。安尼咱的囡仔嘛，毋免搁去补习班补英语啊，对无？拢好好教就好啊，毋会较省钱。啊，这个时阵遐中国牌一定跳出来讲，哦，我5节都无够啊，你太搁甲我剁4节去，剩1节安尼无，安尼我无够呢。这个时阵咱就小命本啊，咱就会当甲跳出来。啊是安怎？你中国话会当5节，啊，阮台语就1节尔。啊，平平好啊，平平拢讲是台湾的国家语言。啊，阮1节你嘛1节啦，啊，毋则公平。啊，你若感觉讲你1节无够，共款啊，你要增加，啊，我台语嘛增加啊。你几节我就几节，安尼敢毋是道理？啊，无安尼嘛，无你3节，啊，我嘛3节，对无？安尼是毋是咱就小命本？啊，咱这毋是，咱这台语拢戆戆，拢咧替人当枪子。哦，戆甲袂白上，拢替人当枪子。人家中国派伫背后甲你使人，伊毋敢出来反对，你知无？哦，啊，着使人咱台语界啊，你就爱出来反对英语哦。讲歹听，人英语也无甲咱欺负过啊，甲咱欺负上忝是中国话呢。结果咱咧替中国话伫当英语即个枪子。啊，英语即个枪子是弹来是弹着啥？是弹着中国话，都毋是弹着咱台语啊。咱台语着。资源就是安尼尔，也袂搁较少啊啦。我等下后壁搁会讲，若袂较少，搁会增加咧，资源搁会增加。我会举一寡具体的，资源其实搁会增加。所以呢，后一张所以咱毋免惊啦，咱台语本来就无资源，袂减少啦。在座为你若要即摆咧进修即个台语的学分，要做台语老师，伊也无可能甲你取消啦。袂啦，嘛袂取消啦，该有的照常会有啦，你知影？就讲影响上大是中国的尔，袂毋是台语啦，毋免紧张。过来，上尾一点，我要讲的是讲吼，咱爱顺风撒倒唱啦，将计就计，顺风撒倒唱啦，爱利用这个政策，甲转换做对咱台语有利的这个利益啦。啊，要咱转换，我着举几个例，举具体的。第一，即几冬吼，蔡总统起来无啊，主张新南向政策对无？请问新南向政策敢有对死咱台语？无啊。但是有人啊，见到无哦，啊你新南向起来，敢会对死台语？事实上袂啊，毋若袂呢，其实对咱台语有帮助的呢。恁敢知影？新南向教育部一冬拨偌济预算，恁知无？恁有注意到无？一冬10亿啊！教育部一冬10亿咧做新南向啊，啊可能一般人较无去注意到，所以就拢袂感觉讲袂去反对新南向啊，啊其实教育部，干那教育部就一冬有10亿是咧做新南向的呢，对无？啊新南向敢会危害到咱台语无呢？颠倒是甲咱台语杀出去呢，看咱安怎做尔啦，会晓做甲袂晓做啦，啊我怎来举一个咧，咱就是利用新南向1减2个，啊做新南向嘛，你做咱台湾的本土语文是安怎做？我先讲咱的成果就好啊。这2019年的时阵，咱台湾台文笔会，搁咱遮的台语文的团体呢，去参加越南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文学活动。你啊看，这开幕了呢，另外开幕的时阵呢，伊嘛放车轮机伫遮呢。中华民国车轮机伊嘛放呢，颠倒中国5星旗伊无放呢，
咱战赢伊呢，咱战赢伊呢。哦，一般你讲伫国际场合讲吼，啊，敢若有囥台湾中华民国车轮旗，啊，无囥中国诶，无可能啦，无啥可能啊。通常拢是囥中华人民共和国诶车轮诶旗啊，诶五星旗，啊，无囥中华民国，即种是较大多数是安尼。毋过咱即届拄好无共，拄倒变，敢若囥中华民国诶车轮旗，无囥中国诶五星旗啊。啊是安怎会当安尼？因为咱有甲因做交配啊，咱久长以来就甲因做文学的交配，而且咱交配是咱是用台语，即甲越南语来做交配，所以咱有即个成果。哦，啊，咱来讲，啊，咱是安怎交配？足早以前吼，台湾还无人做的时阵呢，阮就先帮越南，我就甲越南的作家讲，来，啊，你有啥文学作品啊？我甲你翻译做台语，踮台湾出版。所以你来看，这第一本啊。战火人生，这是越南有名的国家级的诗人陈润明伊的作品哈。战火人生，阮有甲翻译做台语甲中文双语，啊，踮台湾出版。哦，啊，有人讲啊，你太要替越南话推广啦。哦，看起来咱袂顺，咱干咧替越南话推广咧。毋过换一个角度，其实咱是咧点子呢，点经济落去呢。点一个结缘的经济呢，台湾结缘的经济呢，换倒转来人换来伫替咱推广呢。譬如讲吼，除了这本之外，咱搁另外一本啦吼，咱这记咧不止遮啦吼，像这松软尖摆金架头的江山，这嘛是越南因的这个一本嘛足有名的诗集，咱嘛甲翻做台语，踮台湾出版。啊，了人越南迄边感觉足感动的，讲啊，你这真正是好朋友。毋是政治利益的啦，毋是为了政治的，而且呢，人就会开始宣传啦。因就讲吼，因就开，因这作家拢国内外拢做名，伊就替咱宣传。伊讲吼，哦，譬如讲像陈润，伊就讲，伊的作品吼翻译做台语，佮兼中文，啊，踮台湾出版。一般越南人听到讲，哈，台湾有台语哦，对，伊就开始替咱解说啊。有啊，台湾嘛有台语呢。哦，啊，迄中文，迄是1945年以后蒋介石去，才逼台湾人学的。啊，人台湾人本来有语言叫做台语啊，人拢替咱解说啊。哦，那个，逐本他拢就人就开始替咱解说啊，台湾是安怎？哦，过来后一本吼，过来像这呢，这后来咱搁有翻译这本，这廖瑞明教授伊写的台湾母语文学的历史吼，伊原底是伫台湾出版，咱嘛甲翻译做越南话。啊，踮越南出版，哦，即届换咱甲翻做越南话，踮越南出版。啊，咱知影，伫越南吼，你要出版册拢要检查过呢，拢要审查呢。甲30当前台湾共款，你若无审查过吼，袂当出版呢。啊，你若伫以往吼，你讲即本册买伫越南出版，无可能，绝对审查袂过啦。你若以往即内底讲着太济台湾甲中国敏感的议题啦，那以前那20当前吼，无可能啊。但是即摆呢？伊完全替咱支持咱，完全过，含一字都拢无甲咱改。内底讲着台湾人要追求独立，台湾人要追求甲中华语无共的台语文学，一字拢无改，照常甲咱出版，踮越南出版。啊，这是啥？因为有交情啊，因为咱真正咱甲人做朋友啊，有交情啊，所以啊，因为安尼呢，就开始做者越南的作家。越南的读者、越南的研究者读到这本册了，伊才了解哦，啊，原来台湾的历史是安尼。譬如讲吼，咱最近有另外一本合作的册，叫做《大瑞安》吼，贾维英啦哈，嘛是越南著名的作家。咱嘛有甲伊新的一本册叫做《双维中国和中国做厝边》，嘛佮甲翻做台语。贾维英作家伊就甲你讲啊，伊原底嘛是讲台湾的中国系啊，台湾甲中国共国啊，啊拢讲中国话啊。啊，尾啊，伊就是看到这本册，啊，佮甲台湾笔会者的友志交陪了，才发现，哎哟，毋是啊，较早看迄种中国观点啊，拢国民党观点啊，真正的台湾其实是台湾人讲台语啊，啊，中国是被逼的啊，啊，真正的台湾历史是安怎？哦，人就真正较了解啊，哦，所以请问，咱咧推测新南向的时阵，对咱台语有帮助无帮助？看咱安怎运用尔啦，咱若心肝内有台湾，咱就会当
甲即个工具摕来转换做对双边拢有帮助的嘛，对咱台湾嘛有帮助啊。咱就先煞用新南向的经费甲塞出去啊，咱会当出遮济册拢是啥？拢用新南向的经费啊。讲啊歹听，即几档吼，我用新南向请到的经费比请到台语较济啦，拢靠新南向的呢。包括我研究科技部，我拢靠越南食清的呢。但是咱咧做越南的时阵，上时嘛是替台语做代志啦，就是咱要哪甲转换，甲原底看起来甲台语无关，毋过咱甲转换对台语也有帮助，啊对咱拓展国际也有帮助，两边拢有帮助呢。这就是咱要做的嘛。所以双语国家嘛共款安尼啊，咱莫甲想到讲，哇，这敢若对英语有利尔，毋是安尼啦。我搁举一个例啊，咱台文系，伫我任内我嘛伫研究所哈，研究所咱有加分一组英语上课一组。有个人嘛想，哇，你这英语上课，你绝对对台语文吼有伤害，无呢？这相近呢，相辅相成的，是相近呢。咱有台语，咱有英语组吼，我上任了，咱台文系研究所分一个英语组吼，就针对国际学生，咱搁一个英语上课的东南亚组啦。报名的人加3倍啦，比以往加3倍啦。本来啦，敢一个外国人的报名，即摆变3个，若本来2个，即摆变6个，加3倍报名的人数啦。这个人来啦，咱想讲，伊来是毋拢甲学英语无呢？你看这回来吼，有泰国，有印尼，有足侪无共国家来吼。伊来了呢，伊一开始台语虽然袂晓，中文可能也袂晓，先开始先用英语来上。毋过咱内底就介绍着台语的状况啊。因对台湾了解了，伊会支持咱台湾啊。伊就开始安那，伊嘛想要来学一下台语呢。所以像这学期，我甲金华老师，我嘛开台语会，迄就是要外国人学台语的。内底嘛泰国的学生，就是咱即个英语上课的，即个泰国学生、韩国学生，也是讲以前嘛越南学生，伊嘛拢来上啊。所以你也看，咱先用英语甲招来了呢，伊对台湾了解了，伊感觉讲，若要做一手的研究，要了解彻底了解台湾，当然来学台语啊。后一步伊就来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包括咱拄则讲的，咱即几档，咱会当做遐济越南语的翻译，甲翻做台语，遐人要为倒来？迄嘛是10几档前，我就先去越南开始找越南学生来，然后豆豆培训，互因会晓学晓台语啊。这要有手段，所以咱双语国家迄是一个手段，毋是目的。目的当然咱嘛是要恢复台湾的本土语言，若会当用台湾本土语言做官方语言，这是上好的啊。但是伫迄过渡，咱迄实力还无够进前，咱要来利用现有的这个政策，改变做对咱有利的方案，这是咱爱思考的啦。好，以上呢，我的部分我就先讲到这哈。接下来呢，咱就请丁宏丁教授为中文系第一名毕业的这个学生的角度呢，来分享伊的看法哈。好，来，咱就来切换过伊的 PPT 者哈。对，你较看会到。这是我会当家控制怎样去？我听一下。伊来控制，所以我免听。你也要这个。即个大家好哈，我下早伫台中教育大学就上课上了，因为阮有进修部的课。维文问我讲要线顶还是来遮，我想讲来现场较有气氛啊，较支持。当然，因为我是成功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成功大学中文系我无毕业，我大学4年也无读，所以我问学校讲安尼要安怎？伊讲你着莫注册吼，直接去退学就好啊。所以我成大的大学部是去用退学的，吼。因为我伫即个就是讲大学部读到3年啊，要升4年的时阵吼，因为我之前是读台中商专会计统计科，我5专毕业3档，会当就是会当提早考研究所。所以讲系主任同意，所以我嘛考调成大，我嘛考调北京啦吼。我大学3年要升4年的时阵，就考调研究所，所以就是4年无读，就直接迄个读成功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班。
其实我迄时阵咧准备考试的时阵，阮老师有甲我讲，啊，叫我毋免遐尼搞工啦。伊讲，反正我第1名一定是直接，因为以早就是迄专班第1名，就是直接就是报送你读研究所，吼，所以伊就讲，啊，你就直接去报送就好，你安尼遐歹考。啊，结果我考着。啊，我读成功大学的时阵吼，莫名其妙就拢第1名吼。其实我本地有伫东吴大学夜间部读一档，东吴夜间部的学生拢足拍拼，所以我从来毋知我第几名。结果来遮就发现我变第1名。啊，我来成大改变我的人生，因为即个成功大学的中文系吼，即个据讲李兴聪老师是教我迄个中国文学史。啊，即个因太太吴达文老师是教我现代小说。啊，因为我3年啊中文系3年啊现代小说爱写迄个顶学期甲下学期拢爱写小说的创作。啊，我因为要写阮阿爸甲阿母，所以就开始写台语，因为因敢若要讲台语。我做台语是安尼开始的，吼。啊了后我因为无读大学的4年啊，毋过我的老师徐炳华老师伊伫成功大学中文系大学部的4年啊开台语课。啊，我运气真好，就伫迄个时阵我拄好伫成大。所以我走去听，我是算旁听的吼，旁听。啊了后，我迄个我的人生咱大改变。过来就是成大历史系，迄当时林水明老师伫遐开即个台湾文学史，我嘛走去听。吼啊，所以了后我就变做中文系的叛徒。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吼，其实。所以我本来伫中国咧教国文，我中国国文科诶教师证，啊了后感觉讲哇，我安尼一世人就安尼，我感觉足有出诶。迄课本就是安尼教一世人，啊所以讲后来去读博士就是做歌册研究，吼。啊后一张，啊所以吼，其实吼，我当时我讲这我拢感觉歹势，因为其实我读成功大学中文系的时阵，整体来讲我是欢喜的，因为成功大学中文系有介侪真好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对我真好，无我哪会第1名。啊，而且成大中文系不管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拢要求爱创作，学生一定爱创作。所以讲，因为伊一定爱创作，所以才会互我会当行向母语的路。过来，我伫成大中文系啊，拄着介侪真有本土意识的老师啦吼。总是讲，因为安尼吼，我搁去历史系听林水明老师的台湾文学史，啊来搁即个伫成功大学迄个时阵吼，拄好是1990年代。成大有迄个经纬社、台语社，真侪噗咧办足侪活动。我伫成大迄当时吼，3工2工就看到学生咧抗议啊！规片诶大学路拢海报吼，打个路长拢咧抗议，学校抗议政府，看做感觉无啥物稀罕。啊，搁迄个成大经纬社、台语社有请黄医师老阿嬷来讲即个228。吼，啊，我应该是我对228的了解，应该是对黄医师阿嬷迄个演讲开始的。所以讲吼，我等感觉讲。是啊，我读中文系解释毋对。虽然我是中文系第1名，毋过我感觉我读足侪，对我的人生来讲，毋是遐尼要紧的物件。甚至有当时我感觉可能是笨手，比如讲用袂着就是笨手嘛。吼，当然我若讲今仔日我是一个中国人，啊，徛伫即个足介意中国古典，我感觉读这对我的人生当然真好。啊，毋过我想才发觉悟着讲，原来我是一个台湾人，我甲中国人是无共的，佮了解讲。其实我迄时阵才开始对台湾的历史有了解，啊有觉醒，才发现讲中国国民党伫台湾做遮侪歹代志，恶落度。所以我的内心，迄当时我是真正对我的人生来讲是真大的冲击。啊，所以讲吼，我后来搁去做即个中学的即个国文老师啊。啊，所以我简单讲就是讲。郑正阳老师伊在生的时阵吼，伊定安那有关要攻击迄个国文课讲的时阵吼，课程伊会招我去。啊，我嘛捌伫少年的时阵，中学的时阵，我嘛批判过咱政府的国民教育。所以我讲的种今仔日咧讲双语教育吼，讲来讲去就是讲，我感觉大家吼，因为即个双语教育拄产生，大家。就是讲，咱的敌人就变做双语教育，变做英语啊。实际上，咱本地的敌人拢无消失。我讲的敌人哦，对我嘛做侪甲中文系的朋友啊。我讲的敌人就是讲，毋是咧讲恁，是咧讲你背后迄个中国国民党抓来即种实民的体制，迄确实是一个无正常的。吼，假使咱若是有良心诶，比如讲，我今仔日我是台湾人，我就算足介意日本文学，我足介意英国文学，但是我袂认为讲咱台湾的囡仔
注意囡仔时阵的国语课，小学的国语课、中学的即个国文课，拢爱教日文，也是拢爱教美国话，也是拢爱教中国话，袂嘛？因为我是台湾的囡仔啊，我若是一个台湾囡仔，假使我是台湾囡仔，我的本国语文应该爱上啥物课？大家摸良心想看卖就好啊！我虽然是中国文学系第一名，经史子集我逐项拢介意。我对世界足侪物件嘛拢介意，但是你若徛一个公平正义的时阵，咱应该安怎做？我相信大家拢知，特别是咱的台湾母语，不管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要死啊啦！讲啊白就是安尼啦，这就是事实啦。看是毋是要救在死啊？大家若台湾人若感觉无要无紧，我何米苦家己伫遐安尼怨气呢？毋过我的想法是，人拢会死啊，看是要奋斗死，还是要等死？我无爱等死，所以今仔日走来遮，所以咱看即张，吼，这就是咱即摆眼前的敌人，毋嘛是干那即张尔，就是用即张做例。中华民国考试院办的即个公务人员文化行政，若要去台湾文学馆做上班，就要考文化行政。伊考的今年高考。本国文学概论，大家看嘛，无一题是台湾的。今年台湾文化协会100档，无你嘛甲我出一题，无呢？靠，这什么？这什么国家的文学概论？为什么跩无做台语，无做台湾母语的，怀台湾文学的，怀教授，怀学者，因拢袂生气，因拢对这无反应呢？这是什么人考着？什么人考着？什么人去做文化行政的官？了后会阁产生什么？同款啊，毋是干那这啊？国文的考试，同款足侪拢是安尼，这是咱爱处理的。你看讲，即马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台语国文，也是一寡任何啥物课，不管啥物课，若毋是外文，就全部拢是中国话的世界。所以台中教育大学即马杀双语，就要求一寡课爱有英语。我感觉安尼是好的，因为安尼学生看中国话的机会变少啊。毋过，我感觉讲，即个后一张，主要就是讲吼，咱台湾母语继续咧扣中国话文，食剩的加卡了，这才是要紧的代志。咱杀即个外国语，推，就是互外国语的，但国际化这是需要的。反抗中国话文的市民，嘛是该然必要的，而且还阁有真侪不公不义。然后恢复台湾母语的公平正义，这3项代志是无前后的顺序，嘛无讲我反英语的迄个双语了，我就中国话迄种市民，咱就毋免反抗。所以我有一个台语界的朋友，我最近咧看伫咧网络咧，是报纸投诉，我伫遐心内想讲，恁一感觉毋甲一寡做中文的，还是做日文的台湾文学的学者咧盘烂的时候，恁哪毋去骗上因拢毋做母语？咱即马政府咧杀英语，你讲甲较大声、大尾，讲较白就是台湾人的一点歹处，就是人情带真重。我甲伊有感情，甲伊有熟悉，我歹势讲，因为安尼影响着互相的感情。因为英国人、美国人伫台湾讲美国话、英国话，其实全世界讲即种话当然真侪，但是伊甲咱无啥物交情，所以批判双语袂歹势。讲较白毋是就是安尼。过来后一张。让我切，就是这个不公不义的代志，还搁咧存在啊！我嘛无看到我一寡台语界的，迄毋是我的朋友，我想应该毋是啊。就是讲，因对中华民国的教育部这种不公不义，伊咧骂双语教育足大声，但是伊咧骂这个中华民国教育部这个不公不义，我看伊不知无声，无影无食，搁安怎？搁替中华民国教育部讲话。到目前为止，伫今年的整个催稿，中华民国教育部靠心大会了后讲，决定本来按算讲国中是前2、3到3年拢有必修一节，即摆变做3年是选修，选修以早就是选修啊，选修就是无开课啊，讲啊白就是安尼。高中同款干那必修2学分，就是顶学期1学分，下学期1学分，剩的讲学校会当安怎根据学生的需要去开选修课。调查学生的需要，会使卖开，搁较害，搁较讲，本来这是伫高中1年要开必修，伊讲即摆随在你，你要伫高2开、高3开嘛会使，这完全无考虑一个语言的接触。假使我若高中学3档，中间搁停，对无？
我简单讲就是，迄就是歹心乌落毒，就像国小的囡仔，先教伊汉字，3年啊、4年啊才开始认真学罗马字。假使若是安尼，迄嘛是歹心乌落毒。你中国话，你若毋先教汉字，才学波泼摸。你好打中国话，你嘛先教汉字，才教波泼摸啊。你都无，为什么阮台语爱先教汉字，才教罗马字？歹心乌落毒，而且真侪台语学者支持，迄内面拢是一寡台语学者支持。你就算讲你无可奈何，你敢有真正徛出来讲我反对？无嘛。搁来一寡台语学者伫遐讲，啊，教育部就无可奈何啦。啊，因为国中3年啊，我有听过迄台语学者嘛真大咖讲，啊，国中3年啊，就因为爱升学啊，爱准备考迄个高中，靠，真袂爽。你英语、数学、国文。其他一堆必修课，因哪毋拢变选修？为什么干啊？我台湾母语继续落水，扣人出夹村的鸡脚了，就是去食，什么去食物啊？本地就是去食，到呾也是争取一切都无。啊，台语学者搁替伊讲，啊，无法度啦，教育部都已经真拍拼，教育部都真为难啊，啊，都安怎，我心内想讲，迄毋知咧骗啥骗鬼，好，过来。所以讲。即个就是讲，赖好有当时我若就有做赖好咧讲，赖好讲吼，咱吼毋是生来就甲人无平等，这是因为咱伫政治上啦不幸吼，去用，因为去用中华民国市民嘛，日本时代去用日本市民，中华民国时去用日本市民，啊结果呢，你看哦，到呾12年的义务教育，莫讲大学啦，吼讲12年的义务教育就好，一定也莫讲，除了有国文课以外，你大家看。每一科，伊的课文你甲拍开，不管是数学课、自然课、健康，伊的课文用啥物写？老师用啥物话来上？中国话嘛。所以我即摆若上册上去，我会当叫老师用英语来上体育，用英语来上数学，用英语来上自然。对咱台语有啥物损失？无嘛，其实无嘛。吼，过来。所以讲压迫台湾母语的外国语言，即中国话是外国语言咯。是中国话，毋是英语。过来，教育部进前吼，我感觉这个教育部家己乌窟仔跳，所以咱会当改定。进前吼，伊咧杀咱母语，讲敢若讲咱讲要迄个国中吼，要3年拢必修，啊高中嘛爱必修。结果呢，就足委屈的讲啊，敢若会当安尼，国中敢会当2年必修啦，啊高中敢1年啦吼，啊剩咧拢随在伊啊吼，啊无啥物资源，包括公共电视台迄个台语台，伊的经费嘛真少嘛，咱的政府就是安尼，结果咱行政院大出手，也免问台湾人的意见，真有钱，新台票25亿，杀双语，对无？啊，这个教育部长宣布的，意思就是讲，只要教育部长提出伊的魄力，我讲要互即个母语，吼。有搁较侪钱来补贴母语，互母语讲师莫干那一节课320块，一节课320块，迄是安怎咧糟蹋人？啊，搁来，我要安怎互母语会当增加伊的质素？我要安怎伫即个母语的政策鼓励提出足侪策略？亲像华语甲英语安尼就好啊，亲像华语甲英语安尼就好啊。咱是台湾对无？咱是即马伫台湾嘛对无？吼。咱的本国语文到底是啥物文？所以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伊若有良心，像安尼就好啊，我无要求多。你看25亿，摕25亿出来做台湾母语，吼，过来。所以讲，我的结论就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即马是苏贞昌嘛，啊，以后看是啥？苏贞昌苏院长吼，啊，即个潘部长吼，教育部的潘部长提出恁杀即个外国语言甲中国话吼，外国语言包括中国话啦吼，即个魄力、经费、资源甲人脉吼。拼死来推杀咱台湾母语，安尼就好啊，只安尼就好啊。我的要求就是安尼，安尼才有公平正义。以上，感谢大家。真多谢洪斌教授，真精彩吼。伊讲伊是反背背骨，其实毋是啦，伊这叫做德国倒菜刀来起义啦，这叫起义啦，揭竿起义啦，毋是背骨啦，这是应该爱做的啦。台湾人若敢德国倒菜刀来起义，早就建国啊啦，早就出头天啊啦。这毋是背骨啦，迄本来就毋是咱的啊，中国话本来就毋是咱的啊，对无？所以后解解决毋是背骨，迄是起义，甲我起义，好啊，这个
过来呢，咱就请咱高雄医学大学瓜卡的医师呢来跟咱分享哈。大家午安，我伫遮要甲大家今仔日报告的是针对咱对即个语言教育，还是讲语言运动咧推动的时阵，最近即几冬一寡关系到咱神经科学顶的一寡进展甲研究，吼遮的理论希望就是讲会当支持咱对即个目前咧讨论双语的问题，提供一寡基础的思考方向。吼，咱拢知影讲语言，伊基本上伊是一个咱思考活动的一个载体嘛，对不对？就是一个关键的要素。你咧想代志、记代志，基本上拢是靠语言。吼，咱就知影讲。你看这个图，无共款的语言，伫脑部内底咧处理的所在，基本上是无共款的。所以伫临床顶悬，我常常举两个常出现的例，一个就是躁郁症，咱咧讲躁郁症。躁郁症的患者，伊若是双语的患者，伊今仔日入来，伊开始讲英语，我就知影讲，这毋是药啊无照起工食。无就是药仔的量需要调整，伊会转换做伊的第二语言。当伊即个色情的即个镜头要举起来的时阵，另外一个常常看到的例就是老大人。老大人身体有问题的时阵，看是鼻石道感染，还是讲即个呼吸道的感染。感染以后，伊即个较退化的脑，人就火起啊。所以原底伊受教育的迄个语言，有可能日本时代迄个时阵上日本学校，伊的即个教育语言嘛是日语，伊就开始甲你讲日语啊。嘿，平常时即个意识正常的时阵，伊是讲台语。所以伫临床上常常拄着即两款的情形，就是讲伊语言的转换的时阵，伊基本上伊的意识甲伊的精神状态是有变化的，吼。即无共款的语言，伊基本上伫脑部内底虽然拢是伫语言区域咧处理，但是伊的即个路途啦，吼，伊的位也是小可无啥共款。单语甲双语的人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双语的人，伊讲第二语言的时阵，伊即个语言区域，伊的活动，伊的神经活动是加做侪。叫做强烈，吼！而且咱伫对即个功能性的脑影像，脑部的影像，就是咱看到讲，伊即个血筋咧甲送入入去的，即个活动特别爱送较侪送入去即个语言的所在，吼！这是偌好的代志，因为咱即马不管咧食啥物药啊。拢咧食顾脑的，咧食顾记忆的，就是要互你的脑部循环较好咧啊，会当送较侪养分、较侪送素去你脑部的所在，对毋对？滋养你的脑细胞，会当互你然后即个老化，还是讲然后退化的情形。所以你想看觅一个囡仔，伊若是会当对细汉，伊就讲两款语言。伊的脑部、伊的语言，即个区域不时拢有较悬的即个神经活动，不时拢有较侪送素咧送的时阵，较侪养分，这敢毋是咱送互囡仔上好的礼物，对毋对？你是毋是加对于一世人即个精神上的健康，伊的即个智能，拢帮助真大，吼，上好的礼物。因为双语的情形就是讲，咱会当发现伊有较好的即个执行能力的控制。什么叫做执行能力？简单讲，就是我安排代志、我敲代志、我说代志的能力。这关系啥？你要了解嘛？你要先了解，
你也会当思考，你也会当计划，你也会当解决问题，你也会当做决定。好，执行控制，双语的人目前是比单语的人加足好的。好，而且随年纪咧增加的时阵，这个效果阁愈明显。好，所以不管是送互囡仔的这个上好的礼物，嘛是同款，是送互咱家己一生，因为大家人拢会老嘛，吼，所以嘛是送互咱家己一生上好的礼物啦，吼。但是咱咧讲这个双语，一般咱过去拢会认为讲，迄就差不多是青春期以后学的这个第二语言，甲青春期以前学的，哪像是你的母语共款，这个程度，咱会想讲过去的概念拢是伫差不多青春期伫初中这个界线，但是目前大家看这个图，较早时期学的双语，也是讲三语的情形，甲你较慢学，郑秋平。较慢学了以后，伊基本上较慢学了以后，伊的效果是较歹的吼。伊的效果是较歹，这边是较好，所以双语的时间愈早愈好。当然这嘛是会比单语的人较好啦，对不对？这个三语虽然较慢学，也是比单语的人较好啊吼。但是，就是愈早愈好，吼。而且你敢知影讲，伊这较慢学是几岁？3岁，所以是幼稚园的时阵哦。好，在伫家庭内底都爱开始啊，吼，毋是咱想的这个对初中开始，好。所以不管是伫家庭内底，还是讲伫学校内底，你要安怎营造双语的，还是讲德语的这款环境，当然就是愈早愈好。伊就会当真做哪像是母语迄款的语言能力，吼。即马教育界上济就是用 immersion 嘛，双语学校。双语学校哦，伊基本上做法拢无啥共款，但是伊譬如讲伊爱去分配。即马我若是华语甲英语的双语学校，我有的科目，比如我的数学、我的自然，我就爱用英语去教。嘿，所以他拄仔咧讲中文有偌济节数，那在我看来，只要是华语的学校，伊中文的节数拢是全节啦，全部拢是嘛。因为伊数学、自然、社会，全部拢是用中文教，全部拢是中文的时间。好，所以若是讲咱跟 immersion， 你第二个语言之外，伊第二个语言爱真做教育语言，安尼基本上较会当变做是一个较母语程度的这个双语吼。无就会变做你后来若像咱大汉了以后，咱去德语啦、法语啦、日语啦、英语这款情形，就较食力，而且无法度若像咱会当即样安尼真顺利咧思考的这款母语的语言程度吼。我举几个这个例来支持一个。目前咱咧讲双语，基本上伊是一个英语的政策。好，英语入来了以后，咱的环境有啥物款的变化？最近几当伫德国有一个做1320个德国的学生，基本上因都是读德语甲英语。好，因就发现讲，就是即款双语的学生的程度大概到国小。双语的学生拢比单语的学生好真侪，但是到初中，这个效果就无去啊。为什么？因为初中伫一寡知识性、数学啊、自然啊，这知识性，伊可能迄个好处无法度强调出来。毋过，伊有发现有一群囡仔，伊若是有母语的。伊母语有搁继续咧使用，有咧学习的时阵，伊的英语的程度会比当时因咧学这个双语的这个学生因的英语程度较好。所以基本上，伊家己的母语少数因叫做 minority language， 少数的这个语言，伊会去帮助伫
伫德国学生这段内底，伊会去帮助这个英语的学习，吼。所以基本上，咱家己的母语，伊对咱英语的学习，基本上应该是正面的效果，吼。啊，英语对咱的母语咧，英语对咱的母语，头拄蒋教授有提到，香港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吼。伊比咱台湾保存母语的情形，大家当比较嘛，吼。香港遐个少年人移民来台湾的，倒一个袂晓讲香港话，吼。啊，咱家己的少年人。20岁、30岁，袂晓讲台语的应该足侪嘛，吼，这一比就知啊。过来，咱家己看咱家己的部分，台美人的家庭的囡仔，台美人就伫美国，第一代移民去美国，第二代因当然是去美国上美国的这个学校嘛，所以主要语言当然是英语，但是台美人的第二代，甲咱台湾人。即马目前的囡仔比较起来，啥物人的母语的程度较好？啥物人讲台语的情形较侪？嘿，所以这也是，就是讲，为什么咱毋免去烦恼讲英语会去这个影响到咱的母语的传承啊？吼。啊，这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这个就是即个神经科学方面的，啊，个语言学的，神经语言学这部分的即个资料以外，我家己讲，我家己的家庭囡仔的教育内底，即个语言使用的情形啊，吼，基本上中国话才是母语的杀手。我举阮兜的例，阮弟弟，伊后生出世的时阵。伊全部拢是讲台语，3岁以后去学校无偌久，都系全部当做华语，而且伊嘛敢讲啊，因为伊知影因爸爸、因妈妈拢听有啊，嘛会晓讲啊，所以无问题。啊，阮兜的囡仔咧，阮兜的囡仔去学校以前，国小以前，伊是袂晓讲中国话。啊，所以伊细汉的时阵，基本上，伊的英语老师坐伫遮，啊，我是囡仔的台语老师，啊，遮有伊的日本语老师，啊，伊的这个西班牙语老师。啊，伊去学校以后，伊虽然读美国学校，伊用的主要语言是英语，毋过美国学校，高雄美国学校，伊有逐工拢有一节中文课。而且是康轩版，就是恁咧讲即个中文的节数，嘿，所以我为什么讲中文学校其实是全节数拢是中文，毋是干那中文课。伊甲公立学校共款，拢是康轩版几套的哦。啊，你要伊的华语是安怎？伊至少伊袂倒来厝里用华语咧甲你讲话啊，嘿，伊人袂互转过。吼，所以基本上你加一个外语的时阵，基本上对咱的即个母语应该是有保护的效果。吼，啊，过来我讲到即个书写的系统，因为大部分咱的台湾母语书写系统是用罗马字嘛，英语嘛是用罗马字嘛，因即马较拄我咧讲我的囡仔伊学习中文的困难，我感觉上困难的部分就是写字。伊康轩版对1年上到6年，结果伊若毋是中文的学校，伊其他的时间，伊学数学的时间、自然的时间，啥物拢咧看中文的时阵，伊其实伊有熟悉遮个字哦，袂超过200字。无超过200字的时阵，伊连去餐厅点菜拢有困难啊，对毋对？报纸阁免讲，你要看报纸大概爱。中文的教授爱1000嘛，至少爱1000口，可能会当看报纸嘛。所以伫书写系统2000字吼，1000个用摇的就对啊。所以书写的系统阻碍因学习这个语言。英语有足侪册，有新闻，有小说，有电影，有歌，啥物？这个资讯量，互因无可能去使用中文啊。
囡仔咧选题的时阵，伊就是安尼选择啊，因为伊会当得到的即个资讯差伤济。啊，伊若要看中文，譬如讲即届即个 corona 的代志，corona 的代志，伊若要去看中文的资料，照因即马因中文的程度是实在是无可能啊。啊，你还先去学字啊，新冠对不对？新冠肺炎病毒，你还先去学字。啊，过来伊是对什么 P3实验室啊，实验室这3字都要练足久的啊嘛。吼 ，P3实验室捞出来，也是讲中国挑过伊去这个世界军人运动会时阵，甲放病毒啊，互大家早倒去的国家。你看，遮需要偌济中文学习了以后，较有法度读遮个资料。但是伊外语好的时阵，伊遮个资讯，伊读过啊。伊只要讲遮个话，伊即个字，伊的阅读基本上是无问题。所以这对咱囡仔的，不管是伊的即个成长知识上，我想我是非常支持即个咱的英语政策2030的即个英语政策啊吼。咱外语的学校一档学费是50万，啊，即马政府讲伊要互英语当做学校的教学语言，等于是每一个家长拢省50万嘛，就免像我安尼开钱，嘿。另外最后，我要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啊，每一个语言拢有伊的好处甲歹处的所在。啊，我最近看一本册，就是罗世祥先生写的《我们台湾人》。罗世祥先生讲吼，伊是一个记者嘛，然后去美国做工课，所以伊的英语嘛非常好。去到美国的时阵，受到这个文化的冲击，伊感觉讲，美国这个文章不管是新闻性，伊迄个表达叙事的迄款程度，拢毋是中文会当取代啊吼。而且伊感觉讲，英国话内底即款就是保守的个人的主义，甲即个宗教伦理，抑阁有自立的即个精神，拄啊好来互补咱的台语。咱台语强调有情有义嘛，对毋对？啊，就是想看即个人情看伤重，拄啊来互补即款，所以两个文化其实会当互补长底。好，啊，这是最后甲大家分享，多谢。好，真多谢啊，真多谢郭医师哈，为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来甲咱做这个分享哈。好啊，接下来呢，咱就来请咱美国阿勇啊，就以美国人啊会晓台语的角度来甲咱分享一寡伊的想法哈。来。好，大家好，我是阿勇。我袂讲遐久啦，因为等下嘛有一寡问题嘛，所以我讲几分钟就好啊。我感觉这个议题吼，上期我家己嘛有咧想真久啦，因为我未来嘛有打算要生囝啊，伊嘛爱有适合台湾学校通读啊。若是即摆的状况，就敢若北京去的尔，我就袂瘾先去遐去看的较好啦。我个人的看法啦，当然我嘛是美国人，所以我就要为美国的迄个背景来看啦。我看就是这应该算是咱英语讲 big government， 就是政府大的问题啦，政府伤大啦，太大啦。若是讲像这教育的代志，我等下看一寡例啊，就是一寡别个国家安怎处理啊。但是结论就是，这款教育的代志，尤其是语言的教育，应该是以在地人为主决定啦，毋是为中央体制决定。因为这中央体制，伊无法度知影每一个所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社、每一区，要安怎是咧讲什么语言啊？是要学什么款的教育？因为这主要是爸爸妈妈爱决定啦，哈，毋是政府爱决定的代志。好，所以我咧想，踮遮要看一寡例啦，因为
台湾毋是第一个要做双语国家的国家啦，就是真侪国家已经有双语，甚至是多语国家啦。迄是真普遍的代志，所以咱看迄做前例啦。我感觉这教育部咧做双语国家的即个政策的时阵，凡说是拢无去看迄别个国家是安怎做的，因为因做的真无共的啦，因嘛无迄个经验，所以因做的我看是拢毋对啦。或者就是看一寡例好啊，我就是敢若去研究毋若去看迄 Wikipedia， 因为 Wikipedia 无一定无准啦，就是去 Google 一寡无共的资源，看这大概是安怎样。所以先看迄Belgium， 因为 Belgium 嘛是三语国家啦吼，因是有迄个Flemish， 就是差不多是荷兰话啦吼，毋过因嘛好做 Flemish， 嘛是共一个语言无共名，迄嘛是一个真正常的现象啦吼。Flemish 还有迄个法语嘛，还有德语，少数是德语。德语的人是无到Belgium的人口1%，较无1%。因迄个因的学校拢是每一个地方政府咧执行的，无就是每一个较细的单位啊，像城市也是乡镇咧家己咧执行的，遐个钱拢是为因在地政府来的，所以在地政府若是踮伫 Flemish 的所在，因当然就是开一个 Flemish 的学校，若是踮伫法语的所在，就是开一个法语的学校。若是讲迄个德语的，你看迄人口较无1%，毋过Belgium敢有德语的学校有，就是有较无1%的人口嘛有因家己的学校。当然因嘛有迄个国家的政策，就是讲，互咱踮伫学校内底是要学啥物物件吼，爱学历史，爱学数学，这真正常。毋过你用啥物语言去学，迄是恁在地人咧决定啦。所以你要学数学。你踮遮是地处是咧讲德语的，你的 community 是讲德语的，安尼你伫学校爱学数学，用德语学数学嘛好啦，无就用法语，无就用啥物货。所以爸爸妈妈要送因囡仔去学校的时阵因咧惊，尤其是伫迄个边境嘛，因为若看迄个 Brussels 迄边就是北边的荷兰话嘛，南边的法语嘛。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反正是住这边爱送囡仔去迄边学校，安尼才有因母语的学校，迄嘛是真正常啦吼。所以这是一个例，另外一个是迄个Switzerland 迄个瑞士，瑞士因嘛是有4个地方语言，German、Italian、French， 还有一个叫做 Romansh， 较无人知影这个语言 Romansh 嘛是这个拉丁语系的语言，Romansh 嘛是较无1%的人口，所以真少。因敢有 Romansh 的学校有，就是伫讲 Romansh 的所在才有。因嘛是共款，就是因每一个州，因为州叫做 canton，因每一个州拢有设定，就是咱这州内底是咧开学校是咧讲倒一个语言就是教学的语言。因阁有政府嘛，阁有一个规定，就是讲每一个学校，不管学校是咧讲是倒一个所在讲倒一个语言，因嘛爱学本土语的另外一种，上补一种，所以因拢总4种嘛。我踮伫迄个讲法语的所在，我学校嘛是拢法语咧教册，毋过我嘛爱学一个德语，无就是一个意大利语，无就是一个 Romansh， 这个拢爱学。因阁有政府的一个规定是讲，所有的学生拢爱学英语啦，这嘛是共同语言啦。另外一个若看迄个毋是欧洲的我有看，我知影就是新加坡嘛有足侪无共的族群，我想讲伊是安怎运作。因嘛参这款台湾的教育制度较成熟化啦。毋过反正因的效果嘛小可较好啦，就算讲因毋是民主国家啦因所以新加坡遐因主要教册语言就是英语，毋过因有迄个母语课是必修的，如果为国校毕业进前就爱考过迄母语课
要考过迄母语考试啊，一定爱有啊，迄毋是选修啦，迄是一定爱。吼，啊，若是印度，因为印度嘛是非常侪语言啦，印度应该有，我捌看应该有1000种语言啦，吼，啊，毋过嘛讲主流语言当然无遐侪啦。啊，因是安怎做咧？因就是每一州，因为印度嘛真侪州啦吼，参美国共款。啊，因每一州的政府有指定倒一个语言，还是倒几个语言，是因迄州的学校咧使用的，所以嘛是地方政府咧做的。毋是中央政府啊，当然因国家嘛较大好啦，啊，毋过像迄标准的平台湾反正是较细啦，吼，较细国家啦。啊，佫有一个，我看一个真趣味的，就是南非啦 ，South Africa， 因为南非因主要主流殖民语言是英语掺 Afrikaans， 啊 ，Afrikaans 嘛是个足像荷兰语啦，因为上早是为荷兰来，啊 ，Afrikaans 掺英语主流的，啊，因当然佫有因家己族群的无共，各族群的无共语言。啊，因的学校呢，因的公立学校就是每一个公立学校去学校的时阵，因爱指定这个学校是倒一个语言，安尼尔。因嘛无咧看在地语言是啥，吼，也是中央政府指定什么语言，吼，就是每一个要去学校的一个人，吼，伊去申请这去学校的permission 的时阵吼，伊就指定讲，这个学校是咧讲 Afrikaans， 啊无就英语，啊无就是蒙面在地语言。啊，佫有一个就是看真侪人咧讨论这个题目伫南美遐就是英语学校 Afrikaans 学校嘛是真普遍伫上课的时阵吼，老师嘛会切换，就是因在地族群的语言啦，吼，互学生了解啦。虽然讲毋是考一个，所以我看这款多语国家的问题要安怎解决，都毋是台湾这个式啊，毋是台湾这个方式啦。因为台湾像拄则看迄个做官迄个考试啦，啊，迄拢中文啊，所以迄若无改，吼，你改这体制有啥物路用？吼，迄款考试的体制，吼，也是讲这个中央体制、中央化的体制，所有的钱，吼，所有的决定拢是为中央来。你这个体制无改，吼，你做啥物款的政策应该是无效啦，在我看。吼啊，上尾就是讲，照我理解啦，台湾人大多数啦，已经有这个英语的需求啦，因已经想要爱因的囡仔会晓英语啦。吼，这其实是免政府免推塞啦，政府免塞。这是一个真普遍、真正常的，大家要学英语，哎呀，因为英语就是世界通用语言，吼，所以咱毋免塞，迄个资源就会出来。问题毋是政府爱塞英语，还是做啥物双语国家的政策安怎？问题是政府咧主动，政府咧主动这英语，不管是英语还是台语还是客语，伊咧主动这资源无共多语的现象发展啦，吼。因为伊拢咧甲迄力量甲集伫中央迄边，所以我看这是主要就是好，双语国家即个政策，我看伊袂好啦，袂成功。第一是台湾无迄个环境，啊，第二就是因为我讲环境就是像，互咱来看香港也是倒位英语较好的所在，啊，当然因拢有即个足久长的。殖民的迄个现象，吼啊，台湾遮殖民的就是中国，毋是讲英国的国家、英语的国家，啊，所以无共，无迄个环境。啊，毋过第二个就是迄个你迄体制无改，吼，迄效果就无可能出来。所以我看这双语国家目前的计划是未成功。啊，毋过咱像周老师讲的，就是若较巧啦，咱会想一寡法度，吼，去闪遐芳，啊，看这双语国家的计划，咱是为倒位通甲转做，毋是英语尔啦，吼，因为讲双语就是其实咱爱咱即马知影，吼，政府咧讲双语，伊就是讲英语讲中语尔，吼，中国语，所以咱爱想法度，就是甲即个要修理的法条，还是修理的这个教育的制度，吼，毋若是针对英语尔，
而且是针对台湾所有咧使用的语言包括台语、客语，还是讲新里面的越南语，还是什么语言这拢爱考虑，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变我看是安尼拄仔嘛咧讲迄个怪术嘛，拄仔咧讲迄个 immersion 的好处啦。我看那即个双语国家的政策真正有进行进行咱有看到即个效果恁即个全英语的 immersion 的学校有即个效果凡说咱有即个理由讲安尼，咱就一定爱有台语学校的 immersion。因为你若无，咱即马拢无英语 immersion 学校无，台语 immersion 学校拢无，所以拢白抢靠来看迄英语 immersion 学校效果真好咱台语母语课一礼拜40分钟的效果安怎样就真歹啦咱嘛爱有迄个 immersion 的即个选择。毋过若无即个在地政府的执行，我看是无啥可能。以上。好，真多谢，真多谢即个阿勇的一寡建议确实啦就是讲大家也免过头烦恼啦即个双语国家呢，这是一个口号啦其实本来就某种程度你推销英语本来就你推销啦只是伊即摆呢偌清德因着甲正式甲即个计划甲画出来呢大家就咧惊到要死伊也未有即个双语国家政策进前，咱成大甚至足侪学校拢嘛不时接到公文，教育部鼓励你用英语上课，甚至咱成大嘛已经推出足侪档你用英语上课有甲你加倍算迄个学分你本来若一学分的课甲你算1.5倍，这早就已经实施足久嘛拢鼓励即个科系会当加开一寡英语的相关课程，种相关的英语的种类。这早就已经拢进行足久只是讲伊无用到即个名称叫做双语国家。即摆讲到双语讲大家就惊到要死其实呢，双语这本来嘛是伫民间本来就拢有迄个需求你就算无法民间讲白有几个囡仔几个父母，你讲无甲囡仔送去学英语的，找无几个啦，敢毋是安尼？你去调查看觅呢遐伫反对的人，你看因家己的囡仔有咧学英语无？所以迄是其实敢听到迄个双语国家就惊到要死，家己咧想的家己就过度伫遐惊吓认真讲呢，咱就是爱利用即个即摆既然是安尼，咱就利用伊即个政策，咱就将计就计，顺风杀倒墙你像我伊要做一寡像咱即摆系好我即嘛要加开一寡英语的课有个人讲白天就台语，放心啦，你像讲台文系。本来就无几门课是台语的啦，你知无？拢嘛是中国话的，所以即摆要求加开英语是甲中国话课减少变英语尔啦。台语袂影响到，台语本来若有就嘛是照开啦，袂减少到啦，会减到是中文的课啦。所以大家毋好讲啦，台语袂影响到，因为咱本来就足少的咱成大算足济，佮中教大算嘛较济有台语课的呢，但是你看其他台文系有几个？学校有开台语课的，差不多0啦，真正差不多0啦。所以你即摆若甲英语加落的时阵是减少因学遐中国话尔啦。所以大家免袂情袂着咧紧张到要死。好来，接下来咱佫剩差了半点钟的时间，咱就开放现场，佫有咱即个线顶的朋友拢会当来即个问问题，也是讲提供一寡想法意见啦安尼无咱。即个咱现场整理用遮先等下呢，咱嘛请咱即个郑邦定教授遮呢，嘛来提供一寡意见来，佫无，若有会当先举手一个好来，等下咱电视中医生遮好来，要讲话麻烦来头前因为爱用麦克因为安尼转播声音较会出去麻烦爱徛，无你徛来遮好。因为安尼迄个转播较看会着影好，大家好迄个基本上我非常认同即个蒋教授伊遮个主张毋过咧有一项代志，蒋教授可能毋知影所以要直接互大家知一下伊讲即个咱的台语咧已经剩一节尔，无可能去安怎想甲是应该安尼无毋对。
但事实咱大家敢知影？哦，即马咱的台语教育咧，连一节都无，恁敢知影？哦，当然这咱这个双语也未做，进程就已经安尼啊，所以这甲双语教育无关系吼。这个方法咧，这个情形咧，伊是用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讲降低你的这个母语的品质，比如讲语文的竞赛，伊甲你的这个台语的项目变少，佮再变较弱化，比如讲演讲，伊个改做这个情景情景的这个演讲情景的看图讲话，佮一个咧作文呢，用这个迄落字音字形来代替有甚至佮有迄个学校把这字音字形因个不教罗马字啊，字音字形根本嘛袂晓，所以用华语代替。所以有个学校语文竞赛内底，除了伊应该有迄3项以外，演讲、朗读、写作，佮加上字音字形用华语。台语咧，拄剩2项即我知影有个学校是安尼啊佮另外咧用照理由咧，甲即个国小的一节课取消掉。这讲的应该是违法当然这对间学校，因为这关系到囡仔所以我爱伊的家长同意我先保留，看伊愿意出来甲说明无。迄个学校无教台语国小这个拄着囡仔呢，要学台语的时咧个有个老师，因为导师就甲讲，即满呢这台语，这个咱台湾用这个国语比较多啦，你要好好学这个台语那个不学没关系。更加这个看法就是讲，这个代志甲主任讲，主任嘛徛伫老师迄边，甲校长讲，校长嘛徛伫老师迄边，学校要教台语所以这点呢当然这点是有一点甲金老师这个讲咱无法度去减嘛，随时是有去减。好来，好，时间有限不过你放心啦，迄2回事啦，我来讲过啊迄是另外因遐中国思想的啦，因为伊就是无天敌啦。咱用生物的角度来讲啦，你若无互英语入来，中国的伫台湾无天敌啦，无人拼会赢啦，天敌啦，安知无？无天敌啦，中国的天敌就是英语啦，放互入来，伊才会当甲搞死啦，才会危害到伊的地位啦。所以你讲的遐是因为伊无天敌的是，伊会当甲恁欺负啦。即摆若英语翕来有天敌，伊就袂当搁安尼欺负啊啦，安了解无？足侪国家拢是即个例啦，所以你包括像越南嘛共款呢，伊是安怎会当脱汉，嘛是因为法国人翕去，才会当甲汉字甲中国遐甲切掉，甲中国的关系啊。若无法国翕去，伊嘛切袂断啦，好，迄个咱过来先电视中医生才先过来才电帮电教授遮啦好来。多谢蒋教授甲几位伊南人我嘛无靠英语食饭啦毋过我感觉英语引入来会当甲北京语读走啦这就是我上重要的支持双语教育的一个原因啥若是安尼，因为个侪人有提出反面的想法啦就讲教我等于说我个侪人个台语界啦嘛，提出讲我甲你完全倒变啊，讲英语来迄个台语会死举个侪例啦大部分拢举讲英语足侪世界足侪市民国家应该着甲因的母语弱化，还是甚至要消灭去。我就倒来甲因讲。英语即摆毋是英语国家咧使用，大概你去日本，我毋知你若讲日本话袂？我日本话无介好，我伫日本拢讲英语啊。我去韩国，韩国话我连一句话都袂晓讲。我去韩国讲啥物话？讲英语。
韩国人来台湾讲什么话？华语袂晓啦，华语无遐清啦。哦，袂来，甲你讲什么话？当然甲你讲英语。我去智利，我去智利，我 Spanish 袂晓讲，我讲什么话？我讲英语。智利的人甲我讲什么话？当然甲我讲英语啊，袂甲我讲什么话。所以英语一定变。20世纪迄阵开始咧推行，毋过无成功的世界语啊。英语已经变世界语啊。莫搁咧想讲英语是啥物，搁咧共欺负市民。哦，即马摕到用英语摕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毋是英国系咱所谓英语美国人嘛，英国人、美国人、澳洲人、加拿大人嘛，已经拢毋是遮个人啦。一半以上拢毋是遮，上济是印度人。哦，啊上济南非人。哦，遮拢已经脱离传统的英国的范围。所以我感觉英语入来，伊若袂甲咱市民，伊个会变做咱的经济语言。什么叫经济语言？咱台湾人定来甲香港人、甲新加坡人比，讲奇怪。啊，咱若无比因较含慢，啊，若无比因较笨蛋，像咱人即马一档赚的钱，拢是台湾人的2倍，是安怎？太简单嘛。因为因会当摕到世界的生理嘛，因为所有的世界这大公司、商业的公司，拢伫因遐设奖厂嘛。像咱无拢是台湾设奖厂，拢是台湾，拢是啥物亚洲区的啥物台湾的办事处嘛。对这个来看，咱就根本就无法度甲新加坡人、香港人竞争。啊，因讲甲因市民安怎？市民伫倒？咱的香港、澳门的侨生来到台湾。来学我的台语课，咧伫医学院读册。规班我甲问讲，拢规班我做伙问我讲，啊，恁几个人会当会要甲你的囝继续讲台语？有2、3个举手，我也出来，拢总澳门甲香港的人啊，是伊要甲因囝拢会讲广东话，因的粤语，佮继续教落啊。台湾人无一个人啊，台湾囡仔无一个人啊。20岁，即摆20岁囡仔，大学伊等伊过10档是伊的世界。因只有父母的世界无啊，人一个是英国统治100档，另外一个是葡萄牙人统治300档，人母语活跳跳。当时变做什么？叫英语小白，都有英语小白，我看无。哦，啊，英语入来，是安怎讲变成咱的经济语言？那我讲一个咧，我伫医学院，呆啦，大家介唱对不对？大家考到要死对不对？全世界排名，大学排名，你感觉呆第几名？无到50名来啦，哦，啊！你敢知影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第几名？大家拢准50名来，拢是30几名，一个40几名。呆吼，比人香港大学甲新加坡大学拢伫个后壁啦。是安怎？语言用袂赢人嘛？介简单嘛？哦，人讲出来，噜叫，人写文章，一个噼噼啪啪，1篇、2篇、3篇论文就出来啊。台湾呢？拢总会晓写中文尔，我的学生，医学院的学生，读英语读遐久，当然台语佫愈含慢啦吼，读遐久，都拢会晓，都会晓考试尔。要叫伊写1篇论文，无才调。哦，所以我感觉讲英语入来变成咱经济语言，英语敢会甲母语消灭？你若看香港甲澳门是无可能的啦。哦，要人安怎甲消灭？新加坡嘛无啊，新加坡人第2位一开始。伊做啥物台语的头路？新加坡政府叫伊去编台语的教材，都毋是编台湾的教材，毋是台湾人叫伊来啊。足明显的嘛。哦，人伊有道语，因自然袂讲，当然伊就可能安尼用足侪方法，甲你讲啊，小我甲你限制，毋过绝对无可能像北京语伫台湾安尼甲咱吞大。哦，当然以前讲的，一直咧甲咱实践尔，嘛要甲咱打死啊。英语来，感觉安尼？因迄对英语，因就摸头摸咧烧啦，哦，啊英语敢会甲咱消灭？无可能啦，要哪甲咱消灭？阮囝逐个讲英语，我甲伊讲啊，你今仔即摆我讲台语，伊就讲我讲台语，啊，逐个就道语就是安尼讲法啊。哦，我今仔日欢喜讲啥，你就教我讲啥。我今仔日若要甲你骂，我就讲台语啊。我若要甲你讲你，我就讲英语啊。哦，我来讲我的字，我就讲西班牙语啊。道语的世界就是安尼，道语的世界无人会食什么人啊。你若单语一个，其他的人都食死死。哦，我讲
好，真多谢陈时中的意见哈，陈医师的意见嘛真好啦，我嘛补充一下啦哈。啊，咱坡声我咱真侪台语作家注定用台语写作的时阵，遐用华语写作的人，吼，就甲咱骗上，就伫遐讲吼，用华语写较侪人看有啊，你用台语写是几个人看有，对无？我相信足侪人拄着安尼啦，甚至足侪主张台独的哦，做台湾意识，伊嘛讲我用华语写较侪人看有啦，用台语写几个人看有，若要咱用英语较侪人看有啦，对无？全世界拢看英语，何必要用中国话？所以就是啥，潜意识、潜意识内底，咱就是要中国人洗脑，去食中国人的喙烂，去喂着中国人的烂啦。是安怎的，拢得用中国话来做思考。若要较侪人看有台湾文学作品，无咱规气用英语写，上侪人看有，敢毋对？安尼若是反对用英语写，安尼就是爱恢复用台语来写作，敢毋对？对无？是安怎着有识来用中国话来写，迄就是中国的奴才啦，中国文化的奴才。好，接下来咱请郑邦定郑教授伊做过咱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嘛捌做过咱台南市教育局的局长，咱嘛请伊来发表一寡意见咱普声欢迎一下我今日坐一只听，学到真济，对各位这个专家的意见我吸收到真济营养，所以我非常欢喜。下面我有9点心得，甲大家报告，甲大家请安吼。我唔是靠英语食称的人，搁较理经的，我是靠中文食称的人。我是一个研究汉语嘛，这世人大部分是用中文在趁食的人所以讲起来有真大的转变。我会记得我2000年参加总统的选举，虽然无成功，但是中国社科院派一团的人来台湾，讲是选举的观察团。不过特别指名来到政治大学，要甲我采访。社科院的迄款院士带博士班的等等的人来政治大学，因为政治大学内底有人是真通中国的，我想因是安排因来要甲我了解。迄个时阵，因安尼坐几排院我一个，因那像咧甲我审问安尼就对啦吼。学校安排迄个场面，讲互我接受因的采访。我上届记忆上深的就是因迄个代表发言，因迄种发言嘛，互我真感觉真制式的，咱就称制服的。都有一个发言出来，人拢无人讲话。这发言人讲：“郑先生，您什么时候受了什么刺激开始有了台独的思想？您什么时候受了什么刺激我甲讲，我想讲我也无受什么刺激啦。我甲因讲因大家拢等我的答案是不是？郑南榕，你的同学郑南榕死了什么都替我想就对了。我甲听因讲，我甲因应一句话啦。我讲，恁敢捌困去？讲有啊，阮逐个嘛困去恁敢捌醒起来？有啊，困了拢嘛醒起来我讲嘿，我就是过去困去，即马醒起来，无受什么刺激人爱困较精神，唔免受什么刺激就对了因为这个时阵我已经开始咧咧反省，咧觉悟所以我虽然因为看家本领只有一套所以继续靠中文咧食清，但是我愈来愈感觉我是台湾人，我应该中文是我的一种工具。台湾嘛应该有人做中国通，台湾嘛应该有人真了解中文我会使做这个角色。不过我是台湾人我想这个区别伫遮出来那对这个看起来我这个首先我今日所听到的就是讲习得跟学习混淆了
acquisition 甲 learning 混淆啊。咱即嘛是自囡仔出世伫厝内头拢咧华语讲做牙牙学语啊吼。你咧牙牙学语就是咧学讲话，伫厝内就是规家伙仔咧谈，迄是一种习得啦。哦，但是去学校有教材，有老师，有点睛，有考试，这是学习。哦，这是 subject。哦，唔是 teaching language， 唔是你咧教数学、教地理用什么话咧教，迄是 teaching language。唔过你咧读这科是什么科？迄是科目。啊，咱即阵这个问题拢乱去。咱即马看到讲，中文5节课，哦，华语5节，啊，台语1节。其实就是华语就明明唔拿5节嘛，华语是科目5节，啊，但是教学用语 teaching language 是 everywhere，every moment。哦，所以咱若安尼个看起来，才会知影讲是安怎会遮离经啦。哦，是安怎遮离经。啊，学习加即个习得已经去混乱去啊吼。啊，第3点吼，就是讲汉字是一种视觉的文字啦。汉字是一种视觉文字，因为它是象形的，是你看迄个形有迄个理解啊，唔是你听迄个声有迄个理解。哦，你想讲英文，伊是 syllable， 伊是迄个用啥 letter by letter spelling 变做一个字，变做一个 word， 所以叫 meaning。唔过汉字唔是安尼，汉字是 character， 哦，一个一个的汉字，伊是对视觉开始的。啊，这两项物件呢，本来就是无同的系统，无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不过伊是两个系统。咱即马就是伫遮咧教册的时阵，所拢都用，敢若像要用公斤的来咧处理台斤的就对啦。哦，啊，这个两个系统，啊，所含啊南参差就对啦吼。这个本来无甲区别，咱就定定会伫即内底产生一种的错误。拄啊，怪医师就咧讲啊，是安怎学华语的时阵，就爱先波摸佛。才学汉字，是安怎咧学台语的时阵，都爱先学汉字，才要互你学，其他都爱安尼。迄就是这两块内底一个错乱去吼。那么拄啊讲汉字，我听二零兄有讲，这小学内底就要考什么字形、字音、字义嘛，吼。你若用罗马拼音，就无这问题啊。有字形、字音、字义这种的考试，还是这种的比赛。就是因为你掉入汉字视觉这个文字内底去啊，哦，所以这内底咱爱保持真清楚。成功大学的台文系有一个日本学生来遮留学的，毕业转去啊，盛村雅纪，哦，卡斯穆拉，伊有一个伊要转去的时，甲我讲一句话，真简单的话，伊讲伊来台湾这侪年来遮读册。台湾有遮侪种的人，有遮侪种的语言，是安怎？大家拢无爱讲，拢要讲直线1700公里外北京语。伊讲伊袂当理解，哦，因为日本无受过国民党统治，所以袂当理解啦，哦。然后国民党统治过，就会当理解。是安怎？大家拢咧讲直线都要1700公里外的语言，啊，佮主张爱讲北京语的人，家己拢袂晓讲。你唔捌听到蒋介石甲蒋经国，还是余国华，还是严家淦，因讲过就是北京话。这么大的这个错乱，咱若无深深的觉醒，真深湛的觉醒，咱拢伫咧宪法内底啊，就自便所有的，自安尼继续伫遐咧绘的图的红啊纸糊的。那么第5点呢，就是讲拄仔讲起，讲教学的用语甲科目，咱无甲伊分清楚，咱无伫遐佫认真计较，迄毋是1节甲5节啦，迄是1节甲差不多100节咧，即个争差嘛吼。第6点呢，台湾到即阵为止，国家考试，国家考试就是高考、普考、特考，即国家考试拢抑佫用国文的观念伫咧考。我伫咧2004年考选部
就委托我做一个研究，这内底就已经写出，这是一个病灶就对了。这个根本的病灶就伫这内底，迄科宣部出版吼，2004年国家考试国文科评量标准。这内底我做一个受中文训练专业的人做上界深沉的一个反省，写伫伊内底啊。吼，这国家考试影响太大咧，影响太大。第7点吼，咱即马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国家语言发展法，那干那伫遐讲是无效啊。国家语言发展法，我感觉就爱达成2种的作用。第一种就是因为有这个法，所以内政部一定爱保障每一个人学伊的母语的权利，这是内政部，这唔是教育部啦。内政部爱保持爱达成。每一个囡仔有伫因兜学伊的母语的权利，才有这个效果。后壁过入学，才是教育部的代志啦。教育部会使定一个法定，一个门槛，讲囡仔就会晓母语，才会当通入学。那安尼呢？压力就毋是囡仔，压力是大人嘛，就是父母你囡仔敢会晓讲母语，是你的责任啦。咱看到。大人咧教囡仔讲母语，毋捌讲教了，就爱收钟点费，敢毋是？毋过咱即马就是厝内无教，再去学校教，就请一种人或者老师，无就是说母语教育支援人员来教，这领薪水，领薪水又搁用上低的态语来侮辱人，即安尼是，即贴袂好食袂好就对，即贴袂好食袂好。咱伫即个内政部甲教育部内底。剩的则是文化部的代志，我想这个语法法应该是爱安尼来参考啦吼。第8点目前台湾的社会毋是去互什么某一种语言绑掉咧，咱去互咱的制度绑掉咧。咱即嘛司令语就是发号施令这种语言，排队起步骤。向右转，这款指挥的语言，拢完全伫个华语内底。第二，公文按照即摆的法律，公文定式条例规定都要用华语，当然要搁规定都要用中华民国，袂当用西元，这是法律。第3项呢，就是法律的条文本身，咱即摆无管是民事法、刑事法，什么法。拢总是用完全的华语所写。第4项就是咱的病历，咱去看医生所写的病历，抑阁还未进入台语、母语的勘站，就是咱某一个情形一定都要向华语来导航。西医过去用英语，即摆嘛改进，改甲讲都要用华语，结果去一个闪一个换一个闪屎。都毋是更加厉害，是厉害海海就对了吼。那第6项、第5项就是腊日啦。咱咧看的腊日月历、日历、calendar， 拢总华语的。目前有一本用台语的，建华出版社的，或者台独，或者什么或者啥台湾独立台湾独立这日历的历台湾独立。毋过内底代志拢是台湾人的真疼的代志，不过咧写嘛是拢是华语。咱当时伫即个逐工拢爱用到的物件内底，咱会当有规个会当甲并倒转来。最后一点就是讲，我今日因为我到处拢去学，拢去听，我即马知影讲咱的台语界的学者专家。原来有真操心嘛，有诶真烦恼，讲即摆第二关语英语政策是毋是会排斥掉咱诶母语？我甲听伊嘛有讲出一套道理出来。今日咱这边听起来，佫有一套道理出来。尤其迄个你佫还用讲出一个真简单诶代志，学校用什么语言是学校诶代志啊，毋是中央政府来制定嘛？类似安尼，咱咧讲。顶摆咧讲母语，就有人甲我质问，讲你的母语是倒一项？我着苗栗的人，我着桃园的，我着倒位，
啊，迄个地区就是用客语为主嘛。哦，迄个学校伫啥物区？我想会当安尼来。咱即摆诶人伫新加坡，还是伫马来西亚，拢有讲伊读啥物学校？读华语学校啊，读英语学校。所以呢，咱遮动不着就对中央统一落来。啊，咱对迄内底大家伫遐咧拍干乐，安尼戆戆啊说，我想咱咧搁较大会觉醒。您受什么刺激？谢谢。真感谢啊，真多谢哈。唔免过头烦恼啦哈。咱赖清德赖副总统进前伫咱台南市做市长的时阵，人早就推行八党的即个双语即个教育哈。啊，敢有影响到偌济？对，在座各位有影响到偌济无啊？哈，啊，英语有加增加偌济哦，免烦恼啦，免伤过烦恼啦，吼。啊，等到伊闹这吼，咱来甲请，啊，咱来做台英的双语的图文嘛，对无？用英语的钱来，两个拢做啊，安嘛做好诶，对无？无用就亲像咱进前新南向的时候，咱来甲出台湾的双语的文学作品。伊嘛无反对啊，伊嘛是照常会甲你补助啊，对无？啊，咱就卖情卖着，家己伫遐烦恼解遐济。哦，好来，啊，咱因时间，正因为咱在座也是线顶，各有朋友无问袂使无？有无发表意见的袂使无？有无？咱最后几分钟，哦，咱搁拨几分钟的时间，互咱线顶，啊，搁咱现场有无？现场的朋友，敢有人有要问问题，还是讲有意见要发表有无？还是讲咱线顶？啊，遮有志有无？线顶敢有？啊，咱看卖看伊美食局内底有人有问题，还是意见有无？敢有？有人有问问题无？哦，啊，若无问题，表示大家感觉听了应该拢会晓啦哈。好，来，咱迄个洪丁老师呢，伊要做来做一个补充一下哈。就是我拄则的结论啦吼，大家好，我是丁宏丁。我拄则讲的就是讲，政府要推सक्即个双语外国语是真好，毋过即个双语毋是华语甲英语，应该是台湾母语甲英语，安尼才是对的。啊，过来就是讲，既然政府行政院有较侪魄力、较侪金钱来सक्即个双语吼，推展即个英语，啊，所以表示讲，伊只要有心，伊愿意。伊一定会当摕同款的钱、同款的经费、同款的气力来推सक्咱台湾的母语，所以苏贞昌院长、潘部长，恁就无借口啊，对无？所以我吼真正的，阮台湾母语要求无多，只要甲你即马咧सक्英语的即个同款的经费，大省先提升即个。即马国中小的即个母语老师的钟点费就好，即马阁320箍，我看了拢就毋甘的。我记得10几年前就320箍啊，即马哪会阁320？这是足糟蹋母语的。你若讲英语，若教英语会当迄个会增加薪水，我要求讲，自幼稚园到大学甚至研究所，老师若会当用母语、台湾母语来上课开课的老师，咱应该教育部应该编经费，咱甲伊。增加伊的薪水才对啊！钟点数爱变1.5啊，1.5，安尼我同时拢用台语上课，我会当领袂少钱，对无？我会当要求嘛，我这是我的愿望吼，多谢。真多谢哈。敢有线顶的朋友敢有问题，还是咱现场敢有最后一个问题有无？无呢？好，无安尼我来做一个结论啦哈。啊，这个。越南呢，过去互中国统治2000几冬啦，用汉字用2000几冬啦，2000几冬汉字哦，比咱台湾用汉字搁较久长啊。毋过你即摆你若有机会拄着越南人，你甲问讲吼，汉字是中国字还是越南字？迄敢是恁越南的文字？200%的越南人绝对甲你讲，汉字毋是越南字，迄中国文字啦。为虾米？因用2000冬呢，关键是安怎因尾会当脱汉，因为法国人的出现啦，因为法国人的出现，帮助着因甲汉字遐汉蚵仔册拢先甲废掉，甲切换掉去，了呢阶段性，然后因先学法文，落尾因独立了，摕到家己政权，再搁甲法文甲摕掉，换做因即摆越南文啦。
所以人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达来，尾啊，人即摆就是啥，用因的越南话，用罗马字建立因家己的越南话、越南语文的主体性啦。啊，这我想会当互咱真好一个参考啦。啊，佮最后一届就是提醒各位，毋免过头烦恼啦，顺风撒倒唱啦，想办法要安怎来顺风撒倒唱，较要紧啦，毋是干那伫遐你反对英语啦，英语毋是咱的敌人啦，伊是中国话的天敌啦，伊是来甲咱斗相共的啦，毋是要来甲咱斗死的啦，安尼。最后做这个结论感谢咱现场佮咱线顶的所有友志感谢各位关心咱这个台湾语文嘛，关心这个双语国家的这个政策感谢大家咱就先到这结束多谢。